幫你老味啊，抽佣噶，佢就響我朵啊，斜釘橫揮啊，我哋仆街走我數啊！有御用菲傭之稱嘅綠葉演員杜詩娜，最近有份亮相新戲《金多寶》，勾起咗唔少觀眾嘅集體回憶。杜詩娜曾經效力 TVB 長達20年，雖然喺熒幕中經常以搞笑形象示人，但其實佢嘅生活就十分坎坷。杜詩娜一出世就遭到母親遺棄，童年時養母曾經多次帶佢同生母見面，但每次都慘遭毒打，更加被生母用罐頭刀插佢嘅腳眼，令佢留低咗巨大嘅陰影。到大個之後結婚，又遭到丈夫虐打，離婚之後曾經令佢一度絕望想輕生，但諗到小朋友，唯有咬緊牙關堅強咁活落去。好唔容易養大啲仔，點知大仔就學壞，更加成為前夫嘅翻版。未婚產女之後不聞不問，佢只能夠肩負起養育孫女嘅重擔。然而2015年佢又不幸確診乳癌，為咗保命，只能夠手術切除一邊乳房，但佢擔心孫女冇人照顧，手術之後2日就急腳出院，之後接受咗半年化療同電療，又因為積蓄耗盡，加上要交租，手停口停嘅佢再都顧唔上身體，只能夠選擇復工。網民都紛紛感嘆杜詩娜嘅人生經歷太悲慘，但同時亦都為佢嘅堅強而感到動容。大家都封佢做世紀好嫲嫲，希望佢早日康復，一切安好。